要过年咯，台北市卫生局抽查年节的产品，185件，有12件无合格，当中有这个竹生影、有花椒、有乌木耳等等。上届离境的是有一款正代红袍花椒，竟然是含13种的农药。另外，有这个咸菜甲泡菜无合格。提醒咱台北市的乡亲，买进前会当先就台北市政府的官网去看有倒一寡牌子是合格。 安尼才去买较妥当。过年一定会煮一鼎汤，真侪人介意伫咧内底掺竹笙，因为竹笙伫咧台湾无法度种，全部拢是为中国进口的。北市卫生局抽查过年商品，发现为形水无药进口的竹笙，6款无共配合，农药拢超标。每一项竹笙上少有2款农药，分别卖去兄弟饭店、永心茶楼、阳明山中国内地七海酒楼含2间大会店。另外，各生餐厅的竹笙同款验着农药。 那最主要大概还是以肠胃不适的一个状况为主。兄弟饭店讲，已经把无合格的物件拼掉，其他厂商的竹笙嘛全部退回，除非厂商会当摕无农药的检验，若无暂时袂当卖。咱嘛问有6款无合格竹笙的贸易公司，业者嘛发冤枉。 就叫他一定要检验得过才过来，所以说大陆跟我们这个方法有时候都不一样。副院中药甲新生无药买来花椒，包括杨面皮、贝粉体，拢总共验出13种农药不合格。都要不到，没有啊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没有再卖了。另外，经营餐厅的汤匙仔菜不合格，台北平衡使用的乌木耳嘛，互验出失糖剂。卫生局讲，大会买回来上好用清水洗洗的，使用进前会当先杀过，安尼较袂食到农药。